四处尝试，欢乐记得处处满意。大家好，我是压箱宝。大家好，我是圣诞大宝。大家好，我是圣诞二宝。大家好，我是圣诞三宝。上台一鞠躬。三宝，你怎么这么没有精神？今天不是要到义和社团发礼物吗？我今天第一次来，我超开心的。压箱宝，你知道你昨天几点睡吗？11点。啊，我们3个人昨天呢，为了我们下面义和圣堂的状元们，跟圣诞老公公包了1整晚的礼物哎。就是说嘛，我都在想，当全世界的小朋友一觉醒来，发现他的床头边袜子里哇塞满满的礼物，那种开心，那种喜悦。可是你知道吗？这可是圣诞村所有的圣诞老人辛苦1整年的成果。没有错，圣诞村呢每一年会收到世界各地几千万封的这个卡片，卡片里面呢都写上了大朋友小朋友的心愿，还有他们想要的礼物。圣诞老公公呢就要为他们挑选出适合的礼物，以及呢包上精美的包装。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圣诞节那一天准时的将大礼物跟小礼物送到所有的小朋友的家门口。那大家脑中想的圣诞老公公是不是都有长长的白色胡子，然后身体圆圆胖胖的呢？可是其实圣诞村里不是每一个人都长得这副模样的哦，有许多像每年要送礼物的时候，有许多像我们一样的圣诞三宝。陪着圣诞老公公一起出任务去把礼物送给大家哦。没错，要不是有任务闹钟，我一定睡过头。对了，都已经闹钟响半个小时，圣诞老公公怎么还没有来啊？嘿，对耶，在哪里呀？我这里，怎么有一封信啊？嘿，这是。除我上帝出门之万有大丰州，分送圣诞礼物。今年的义和圣堂评鉴会场的圣诞礼物就靠你们了。祝福你们在义和分送圣诞礼物顺利成功。靠我们几个。我知道了啦，这次的任务就要由圣诞三宝来进行，但是你们3个无精打采，是要怎么送礼物啦？不要怕，圣诞老公公曾经说，我们圣诞三宝代表的是光明代表着无碍的康庄大道，智慧代表圆融十方的内涵，勇气代表进步手里的学习。我懂了。所以在台下的大小朋友们，只要通过今天的评鉴会考，就能获得我们的光明、智慧、勇气的礼物哦。没有错。所以还要需要义和圣堂的这些主状元们要一起努力，然后我们圣诞三宝就会把光明、智慧还有勇气变成大家看得到的礼物送给你们哦。那评鉴规则，你知道是什么吗？很好，我来跟你说，评鉴规则第1条呢，在考试的时候，请所有陪考生来的家长到1楼楼上的家长等候区等候考生考完哦。第2点，我们的评鉴区在3楼佛堂。我们的考生进场的时候，请依序坐好。然后呢，在考场中呢，不嬉闹，不喧哗，看见老师问声好。最重要的就是，不是考生的人不能进入考场哦。我们圣诞老公公已经在佛堂装上
上了摄影机，所以不止仙佛看得见，连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都看得见哦。可是我今天第一次来圣堂，我很紧张，怎么办？没关系，进战场也很多小朋友很紧张，那就由我跟二宝来为你们做示范吧。我来当学生。好，那二宝来当评鉴老师。好，老师好，我是大宝。大宝好。我今天要考礼运大同篇。好，那就请你开始吧。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长信修睦，故人不读。哎呀，老师我忘记了，怎么办啊？大宝别担心，你有3次机会哦。下一句是故人不读亲其亲，不读子其子。哦，我想起来了，故人不读亲其亲，不读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要。男有分，女有归，或无其器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无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必而不兴，道其乱贼而不众。是故谋必四位大同，我，好不好？恭喜你通过一个状元了。好，那你现在可以到地下室的游戏区进行 PK 闯关哦。好的，老师，我就要去闯关，不打扰大家哦。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看完我们的大宝、二宝精彩的演绎之后，相信你们也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去考试了。那我要问你们喽，你们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第7届读经状元会考正式开始。感谢东汉主持人带来这么详细又精彩的示范表演，那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来感恩他们。接下来请评鉴人员进场宣誓。